大家好，今日係1月25號，咁標題係恒指再遇下降軌阻力，副標題係咧騰訊最後穿頭破腳，對呢個阿里嘅最後破腳穿頭。1月17號嗰條片咧，就用恒指喺阻力區現穿頭破腳去標題指出。去到1月15號，恒指最高見過27206之後呢，即日就以十字星收市啦。翌日高開之後，但係最終呢係低收翻，成支陰燭呢嘅燭身呢係包住之前呢個十字星嘅燭身，咁就形成咗我哋叫穿頭破腳嘅陰陽燭見底形態。而呢個見底形態呢，啱啱好呢就喺之前跌幅嘅0.887倍嘅反彈阻力位嗰度出現嘅，而且亦都咧係到達咗頭肩底嘅量度上升目標，之後就出現咗一個咁樣嘅轉向嘅形態啦。而且呢個轉向形態亦都翻落去咧下降軌之下嘅，即係由27381呢個頂延伸落嚟嘅下降軌，短暫即係呢一日咧收市價係明確穿咗，但係其後咧都係咧貼近或者重返翻樓下收市。另外上星期條片都提到啦，快手1024咧到咗個雙底量度上升目標81.5之後，最高見過84.1毫半咧就掉頭回翻落去。而388港交所咧，亦都係到咗頭肩底嘅量度上升目標439.40，最高見過442齊頭，跟住咧就收翻粒十字星。而且條片都提過啦，由低位上嚟咧出現咗5個浪嘅結構，5浪對1浪嘅見底目標係441.80，同實際嘅頂部咧即係相差好少嘅啫嚇0.2，即係表示咧呢個5浪嘅升勢咧就有機會結束，跟住就出現較大嘅調整。咁結果係點啊？我哋先睇翻快手同埋港交所嘅走勢啦。呢個係截至到1月23號收市時嘅走勢，到達咗頭肩底目標之後咧。真係咧，好快出現一個較大嘅調整，由高位跌咗咧10蚊嘅嚇。但係咧最低見過74.7毫半之後咧，就以呢個破腳穿頭嘅陰陽燭見底形態咧就回升翻。咁咧之後再嘗試翻咧接近呢個目標。頭肩底嘅量度上升目標咧，唔代表一個見頂嘅水平。不過到咗之後，好多時咧都會出現下調整嘅。咁所以唔代表個市況成個升勢就咁結束。咁所以呢一個破腳穿頭咧，可能咧表示咧調整有機會結束，跟住再上嘅。咁但係如果去到目標嗰度走咗，咁跟住低啲買翻咧，都慳到唔少嘅。咁港交所更加係啦，啱啱好啦，到咗頭肩底目標同埋到埋5浪對1浪目標之後咧，就開始大調整。由高位跌咗咧20幾蚊嘅嚇，最低跌過落去417.2，啱啱咧就去翻之前嘅頂底部密集區啦，416.4同埋418.2，而且係成浸升幅，即係由392.8至到442蚊，成浸升幅嘅0.5個回吐位，417.4嚇，最低417.2，啱啱好啦。咁收市咧就靠翻穩，啱啱咧又翻去條頸嘅線嗰度。會唔會第二次後抽呢？不過其實已經到咗目標啦嚇，咁所以呢個頭肩底呢意義就唔大啦。喺未進一步講恒指嘅走勢之前呢，咁先提大家啦。26年嘅上半年嘅市場展望講座會喺2月11號星期三晚嘅7點鐘係舉行嘅。有關講座嘅詳情啊，同埋啲內容呢，大家可以喺描述欄嗰度呢睇翻啦，呢個影片介紹啦，咁 click 入去呢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最緊要提大家咧，呢個早鳥優惠喺2月3號就會截止，咁所以咧而家報名就啱噶啦嚇，最遲咧都唔好過2月3號報名，咁就可以享有早鳥優惠啦。原價1300蚊就會去，而家早鳥優惠係1000蚊嘅啫。如果你有恒指嘅路線圖咧嘅現有訂戶咧，原價就係1000蚊，早鳥優惠價就係700蚊。如果仲未係訂戶咧，佢想參加講座咧，就要俾1000蚊啦。咁但係如果成為咗訂戶之後，例如以500蚊訂8期報告，咁就可以用訂戶嘅優惠價700蚊去參加講座。咁所以總共咧只係需要1200蚊。
就可以既收到8期嘅報告，亦都咧可以參加講座啦。即係變相咧，即係加多200蚊咧，就可以睇到8期報告啦。平時咧係要俾500蚊先可以訂到嘅。咁所以大家去考慮下啦，又做訂會又參加講座啦。訂到呢份報告咧，就可以參考我所製作嘅升力，今個月嘅升力同埋下個月嘅升力啦，同埋由升力衍生出嘅一啲嘅恆指嘅路線圖，同埋有其他嘅波浪分析啊、技術分析等等。呢個咧就係價錢咧同埋訂閱嘅方法。如果只係想參加講座，你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係報名嘅。咁俾個電郵我咧，榮輝217@gmail.com，提供翻個嘅全名同埋可以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咁我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 WhatsApp 回覆翻你點樣去訂、點樣去參加呢個講座噶啦。咁恆指結果嘅走勢係點呢？以穿頭破腳翻落去下降軌之後，跟住就連跌2日，最低跌過落去26363，之後翌日就靠穩。呢個咩形態啊？就係破腳穿頭啦。呢個陰陽燭嘅見底形態，而且亦都係20天平均線附近呢。咁咧就造就咗其後2日嘅反彈。雖然之後連續2日反彈咧，不過咧都係未能夠高收，反而係以陰燭低收嘅嚇。雖然裂口高開，但係最後咧由升300幾點轉為咧只係升119點。更加重要係咧，啱啱好咧就係翻返喺呢個下降軌嘅後抽阻力位，呢度就當假突破啦。咁呢次咧再遇到呢個阻力啦，啱啱好收翻落去，同埋最高位26895咧，同一個阻力位好接近嘅係咩咧？就係成浸跌幅由27206跌到落去26363，成浸跌幅嘅0.618倍嘅反彈阻力位就係26884，咁同實際嘅頂部咧，即係相差11點嘅啫。禮拜五晚嘅夜期啊，都係升50幾點嘅啫，咁所以咧，暫時都未破到呢個頂部嘅阻力。要破唔到咧，又再次受制呢個阻力咧係回啦。不過當然關鍵嘅支持就係20天平均線啦。睇翻之前嘅走勢嚇，雖然由高位顯著回落，但係冇失守20天平均線咧，仍然有機會破頂。但係一旦失守咧，就出現較大幅度或者較持久嘅調整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20天平均線會唔會失守啦。另外副標題，騰訊700最後穿頭破腳，相對阿里巴巴嘅9988嘅最後破腳穿頭。近期睇翻騰訊同阿里巴巴嘅走勢咧嚇，有啲特別嘅。你見到咧喺過去嘅個幾禮拜咧，騰訊咧基本上咧都係持續回落，由1月13號嘅高位639蚊咧就持續下跌，跌翻穿咧600蚊嘅水平。呢度就係1月13號啦，阿里巴巴走勢，但係之後咧係反覆做好嘅，同騰訊咧係唔同嘅，一個持續向下，一個咧就係反覆向好。呢個嘅 MACD 信號係買入，呢個 MACD 嘅信號係沽出嘅嚇，兩個走勢係相反嚇，好特別。不過呢個走勢有機會咧係調翻轉，即係有機會咧阿里巴巴回翻，而騰訊咧就反彈。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騰訊由高位回落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出現咗我哋叫做最後穿頭破腳嘅陰陽燭形態。呢個形態係咩咧？佢本身唔係一個轉向形態嚟嘅，不過佢咧就預告咧呢一段跌勢咧可能係接近尾聲。咁所以我哋會再睇下，尤其是再破多個禮拜嘅新低，跟住低位出現一啲陰陽燭嘅轉向形態，例如十字星啊、錘頭之類咧，咁咧就顯示咧呢個最後穿頭破腳咧就預告嘅見底信號咧可能會出現啦。咁相反，阿里巴巴升咗段時間之後，調整到落去呢度啦，跟住咧就出現咗一個最後破腳穿頭啦。呢個係類似破腳穿頭嘅形態啦，不過佢係升咗一段時間出現嘅，跟住咧市況再創新高。咁呢個咧係預告升勢接近尾聲嚇，佢本身唔係一個見頂嘅信號，但係預計咧升勢咧係接近尾聲。咁去到禮拜五嘅時候，阿里巴巴高見172蚊咧，之後最後係低收翻啦。咁啱啱好遇到咗成浸之前成浸跌幅嘅0.618或者0.667，即係2/3嘅阻力位。呢個0.618就遇到阻力啦。
第二次去到咧係0.667，即係三分之呢度咧遇到阻力，跟住低收，加上有呢個最後破腳穿頭嘅形態咧，所以阿里巴巴咧有機會咧短期內係會回軟翻啲啦，未必係重要嘅頂部，但係咧都傾向咧係會出現較深嘅調整。咁相反嚟講，頭先嘅騰訊咧就可能咧有機會咧係營造第一步出現反彈啦。呢個只係限於短線啫，唔代表佢哋中期嘅趨勢咧有機會改變嘅。最後記得提提大家啦，喺2月3號之前咧就好報名啦。如果唔係咧，就會錯過早鳥優惠噶啦。好啦，今日講嘅係咁多，咁我哋週末咧再同大家做其他嘅分析啊。拜拜。